是愛，何時可戀愛？理論為何沒記載？要那樣才是應該？同學愛新鮮，戀愛大過天，總不想有日夜懷念，連甜夢也不夠甜。當然，現在我未成年，讓我膚淺，只知戀愛大過天，忘記有益的格言，自動路過他眼前，怎麼是同學始終會遇見？學習太多，愛好太少，光陰一眨眼便跑掉。為何他竟比功課更緊要？難道沒有他，我會更自愛？何時可